先来继续来看这件这敢有影咧，甲人单调的水果，搁捡起来卖。讲这个新北市三重果菜市场，拢会来一个70岁太太，会去粪扫车遐，甲看起来也算袂歹的水果捡起来，摕去台北的大东区，伊的香果的水果担去卖。啊，若看起来较歹较烂的，就摕去龙山寺互家友食。不过，这个水果担的店员来强调讲，绝对无这个代志，绝对无甲这个太太摕来的水果，搁摕来卖。明明是已经烂掉被丢弃的水果呢，在三重的果菜批发市场，竟然有妇人是捡起来清洗之后，再拿到哥哥的水果摊来贩售。甲果子细细的，三重埔一个70岁阿桑，拢会来三重埔的菜市啊，捡人单调的果子，尾仔才搁骑车走去。啊，伊到底是要骑车骑去倒？伊讲要进去哦流浪汉啦，捡去哦，捡去哦，迄个龙山寺的流浪汉家的啦。这个果子洗过了后，伊会骑车去大东区，放伫咧阿兄的果子档顶卖，剩的搁早去互龙山寺发互流浪汉吃。果子档的店员嘛拢真无奈。别来，阮都别用的啊，我们就是不合啊，怎么卖？你看我们的水果这么漂亮，那有可能再来温家了，不可能啊！对于这位老妇人，虽然她是邻居哈，那我们也列入呢不受欢迎，未来呢不准她再进到我们的场内来。原本这个果子就是要变饲料的，想要到阿桑会提起想要定位，和果菜公司嘛头壳摸咧烧，未来嘛叫这个阿桑袂当搁要来果菜市场，啊若捡来果子若是烂去，恐惊嘛影响到民众的健康，那严重嘛以是安法。规范。